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繼續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個系列會講好多傳奇人物細個嘅故事，而今日我哋要介紹嘅係柯德莉夏萍，佢係歷史上最具代表嘅女演員之一。柯德莉夏萍細個住喺荷蘭，佢成日夢想自己大個之後嘅模樣。佢會唔會成為芭蕾舞者呢？定係成為女演員呢？有一日，柯德莉去學芭蕾舞嘅路上，佢見到好多士兵，原來戰爭爆發啦，好多人被迫離開自己嘅屋企，包括好似佢一樣年紀仲係好細嘅小朋友，生活變得非常辛苦。對於柯德莉同其他小朋友都好難捱，食物變得好少。佢哋經常要捱餓，柯德莉嘅身體都因此變得非常虛弱。當戰爭終於結束，柯德莉搬到去倫敦學習舞蹈。老師認為柯德莉嘅身體因為戰爭嘅關係變得太虛弱，冇辦法成為芭蕾舞者。不過佢唔願意放棄，於是柯德莉改變咗個決定，佢加入咗音樂劇。咁樣就可以表演，又可以跳舞啦。冇耐之後，柯德莉開拍咗第一部荷里活電影《羅馬假期》。柯德莉每次演出嘅角色都好唔一樣。呢一次呢，佢就做修女；而下一次呢，佢又會做公主。佢有一個面對生活嘅簡單原則，就係跳舞啦，好似冇人見到嘅一樣；唱歌啦，好似冇人聽到嘅一樣，活着啦，好似今日就係世界末日一樣。柯德莉鍾意獨自喺屋企消磨時間，每日一邊食早餐，一邊閱讀嚟自世界各地嘅支持者來信。上百萬嘅支持者支持佢，鍾意佢。喺人哋嘅眼中，佢既係荷里活嘅大明星，又似乎擁有一切。柯德莉獲得一座又一座嘅獎項，但係佢成日都擔心自己嘅表現配唔上呢啲讚美。佢從未忘記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小朋友餓住肚，好似佢細個一樣。有一日，慈善機構邀請佢擔任一個新嘅角色，柯德莉做咗官方大使，拜訪世界各地嘅兒童。所以佢長途跋涉嚟到咗印度，佢亦都去咗非洲。無論去到乜嘢地方，柯德莉都試住令每個小朋友開心起嚟。佢協助募集捐款，提供小朋友更豐富嘅食物、飲用水同醫療用品。小不點柯德莉願意將佢嘅生命花喺幫助世界上有需要嘅人。佢覺得做呢啲嘢比參與表演或者跳舞更令佢快樂，亦都更有意義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又講到嚟呢度啦。大家欣賞柯德莉乜嘢嘅地方或者乜嘢嘅特質呢？同你哋嘅爹哋媽咪一齊去傾下。聽日我哋又會講下一位小不點人物。拜拜。